第9章，耶稣救罪12个学生，互因能力权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项的病，佮差遣因去宣传上帝国的道，医治病人。对因讲，行路的时阵，毋通带管仔甲袋仔，毋通带食物甲银，也毋免带2领衫。无论入倒落一家，就踮伫迄位，也对迄位去行。凡若无接待恁的，恁离开迄个城的时阵，就将骹顶的尘土搬落去，见证因会毋对。学生就出去，行遍逐乡，宣传福音，到处医病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一切的事，就犹豫不定，因为有人讲是约翰对死来复活，搁有人讲是以利亚显现，也有人讲是古早时的一个先知复活。希律讲，约翰我已经杀了，这却是什么人？我竟然听见伊这款的事呢，就想要见伊。使徒倒来，将所做的事甲耶稣讲，耶稣就带因暗暗离开迄位，去一座城，迄个城名叫伯赛大，总是众人知影，就缀伊去。耶稣就接待因，对因讲论上帝国的道，医治遐个需要伊的人。日头得要平西，12个学生来对伊讲，请互众人散开，因通去四面的乡舍去照血找食，因为咱这位是旷野。耶稣讲，恁互因食吧。学生讲，阮不过有5个饼，2尾鱼，若无去为这么多人买食物，就无够。迄时人数约有5000。耶稣对学生讲，叫因一排一排的坐落，每排大约50人。学生就安尼行，叫众人拢坐落。耶稣摕这5个饼2尾鱼，仰天祝福，掰开分互学生，摆伫众人面前，因就食，并且食饱，将存落难散的收拾起来，装满12篮。耶稣家己祈祷的时阵，学生也甲伊伫遐。耶稣问因讲，众人讲我是一位，因讲，有人讲是行洗礼的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也有人讲是古早时的一个先知复活。耶稣讲，恁讲我是一位。彼得因讲，是上帝所立的基督。耶稣切切的吩咐因，毋通将这个事甲人讲。佮讲，人子的确着受真多的苦，互长老、祭司长甲文士弃绝，并且受抬，第3日复活。耶稣佮对众人讲，若有人要跟缀我，就着放杀家己，日日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缀我。因为凡若要救家己性命，的确失落性命；凡若为我失落性命，的确救性命。人若趁着全世界，却失落家己，赔家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凡若将我甲我的道当作通见笑的，
人主伫家己诶荣耀内，各天父甲圣天使诶荣耀内降临诶时阵，也要将迄个人当做通见笑诶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即位诶，有人伫未饲死味以前，的确看见上帝诶国。讲即个话以后，约有8日，耶稣带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祈祷。拄祈祷诶时阵，伊诶面貌就改变，衫洁白发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2个人甲耶稣讲话，因伫阳光内面显现，谈论耶稣离开世间诶事，就是伊伫耶路撒冷得要城诶事。彼得甲伊诶同伴拢拄加坐，既然清醒了，就看见耶稣诶阳光，佮甲伊徛伫诶迄2个人，2个人拄要甲耶稣分离诶时阵，彼得对耶稣讲：先生，咱伫遮真好，通搭3座边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伊却毋知影所讲诶是什么。讲即个话诶时阵，有一块云彩来遮看因，因进入云彩诶内面，就惊吓。有声音对云彩内出来，讲：这是我诶囝，我所拣选诶，恁着听伊。声音停了，只看见耶稣一人伫遐。当遐个日子，学生无提所看见诶事，一项也无甲人讲。第2日，因落山，就有真侪人迎见耶稣，其中有一人喊叫讲：先生，求你看顾我诶囝，因为伊是我诶独生囝。伊互鬼掠掉，就忽然喊叫，鬼又互伊抽风，喙中流烂，并且重重会伤害伊，恶得离开伊。我求过你的学生将鬼赶出去，因却是袂话。耶稣讲：嗨，这个阁毋信、阁悖逆的世代，我伫恁遮吞忍恁要到第时呢？将你的囝带到遮来。拄来的时阵，鬼将伊杀倒，互伊重重的抽风。耶稣责备迄个污鬼，将囡仔医好，交互伊老爸。众人拢奇怪上帝的大能。耶稣所做一切的事，众人拄稀奇的时阵，耶稣对学生讲：恁着将这个话藏伫耳仔中，因为人子得要受交伫人的手内，因袂明白这个话，意思就是隐藏的，互因袂话明白，因也毋敢问这个话的意思。学生中起议论，一嘴得要做大。耶稣看出因心中的议论，就带一个细汉囡仔来，叫伊徛伫家己的边啊，对因讲：凡若为我的名接待这个细囝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若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迄个找我来的。恁中间第一岁，伊就要做大。约翰讲：先生，阮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阮就禁止伊，因为伊无甲阮三甲军地里。耶稣讲：毋通禁止伊，因为无抵挡恁的，
就是帮赞恁。耶稣受洗上升的日子得要到，伊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就找学生伫伊头前行，因到撒玛利亚的一个乡舍，要为伊预备。迄位的人毋接待，因为伊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伊的学生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讲：主啊，你爱我吩咐火对天顶降落来，消灭因，亲像以利亚所做嘛。耶稣决心责备两个学生讲：恁的心怎样？恁并毋知。人子来，毋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讲就去别个乡舍。因行路的时阵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讲：你无论去倒落，我要跟地你。耶稣讲：狐狸有空，天空的飞鸟有寿，只是人子无枕头的所在。搁对一个人讲：跟缀我来。迄个人讲：用阮我大声倒去，埋葬我的老爸。耶稣讲：出在死人，埋葬因的死人。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。搁有一人讲：主，我要跟缀你，总是用阮我先去识别我家内的人。耶稣讲：手扶犁向后面看，袂配得入上帝的国。